终于还是到沙洲来了。边境线北12区域出现祝福者，数量5。监视数据分析完毕，炮型数量1，兵型数量4。祝福者正袭击物资船，以抵抗第一波急袭。沙渡船张开了防护罩，抵抗了伤害，已经接通沙渡船通信。沙洲作战部队正在出动，请物资船远离蓄物区域。不用了。这里就交给我吧。黑岛尖兵愈加，开始行动。祝福者已全部歼灭。同区域虚无追加出现祝福者，数量6，还有人类。人类？还是先解决这些跟屁虫吧。人类。你是何人？为什么会从虚无出来？
我是。果然还是跟来了，黑岛的走狗，就凭你，根本阻止不了我们。哦，醒了。在荒漠上饿晕可不是一件小事哦。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这里的东西都很好吃，环境也很干净。请问这个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那看这做工，像是老式的武装令牌。不过这么旧的款式还真没见过。这个难道是？好饱呀！我该怎么谢你呢？不用客气。你真是从虚无里出来的吗？虚无？哦，原来你们把那里叫做虚无啊！我就是从那边过来的。啊，那虚无里面是什么样的？除了祝福者，里面还有其他东西吗？你是怎么拿到这个武装令牌的？这么多问题怎么回答得过来啊？你是不是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应该先问呢？那个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珊瑚，你呢？我叫凯门，请多多指教。凯门，果然是好人的气味。虚无的人都这么奇怪的吗？怎么会从虚无里面跑出来一个女孩？你好，特使大人，请问现在方便去司令室会面吗？好，我这就过去。黑岛尖兵玉家奉命前来执行任务，望沙洲全力配合。沙洲这种荒芜之地，不用像黑岛那么拘谨。你刚来就协助我们消灭了祝福者，辛苦你了。举手之劳。那个从虚无出来的女孩，我要带回黑岛处置。虽然沙洲和黑岛是盟友关系，但是沙洲才是对抗虚无的最前线。所有的可疑人员应该交由沙洲处置。你要追捕的祝福之影也到沙洲了，对吧？沙洲最大的敌人是虚无和祝福者，我希望你能谨记。明白。告辞。凯门，好好监视他的一举一动，千万别牵连沙洲的平民。我明白了。不过，祝福之影为什么会来到沙洲呢？恐怖分子始终是恐怖分子，只要有一点苗头，就得扑灭他。黑岛尖兵，玉家。对了，那个从虚无出来的女孩也交给你了。黑岛，虚无，这下可不好办了。
出来了吗？那个混蛋！果然跑出来了，小三虎。边境线北4区域至南5区域持续涌出祝福者。今天怎么回事？这种数量太反常了吧？你忘了吗？今天是5月。5月，祝福者最喜欢在5月的时候扎堆出现。如果有黑岛尖兵的协助，今天晚上大家应该可以早点休息了。哼，好啊。各位，打起精神来，今天晚上可以早点收工了。是。第1作战中队对付前方祝福者集群，第2作战中队对付北方集群，第3作战中队对付南方集群。教官说的没错，沙洲边境部队果然厉害。接下来，就让你们见识一下黑岛尖兵的实力。今晚出现的祝福者有点反常。反常？之前的入侵逻辑都是扎堆进攻基地，然而现在却是祝福者把战线拉得很长，他们在分散战力。他们究竟想干什么？小三虎，我来接你了！祝福者已经突破战线。快走！10分满分，这套落地动作不错吧？漂亮的小姐姐。想不到会有意外收获。你是祝福之影的人对吧？你说的祝福之影是……我认识他们的吗？年纪大了想不起来。不错不错，你是第2个能伤到我的女人哦，还是第3个呢？这个眼神非常好。
股熟悉的味道哦。找了这么久，原来你在这。可惜，现在还用不上。喂，你别做梦了！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怎么可能对你这只怪物有兴趣呢？啊！他竟然……你的对手应该是我。小珊瑚，你自己跑出来，真的省了我不少功夫。省功夫的人应该是我才对啊！你是来报仇的？才不是，我是来报恩的。报恩？我老爸说过，有仇必报，有恩必还。等我把你打败，就当做报答他的一饭之恩。啊！做个了断吧，变身！那个武装令牌，果然是。那家伙可不好对付。我知道，可我也不是等闲之辈。力度还可以哦。哼！两个打一个，好爽啊！受死吧！又让我想起和你爸互相厮杀，那种想杀死对方的冲动，这种感觉真的很爽，超爽的！让我忍不住把你们全部毁灭！这是什么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强烈的祝福能量，所有术士都被破坏，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。请求启动最强防御。先等一等。小珊瑚，你以为自己可以摆脱虚无的掌控吗？没用的，你的结局只会跟你爸一样。你别搞错，我不是在逃，我一定会完成我老爸的意志。所以你少给我废话，我只是在努力寻找着一个能够拯救世界的勇者，一个能够消除虚无的信念。这就是我的使命，以破坏与重生的天之力量，把祝福献给这个世界。就是这种力量，不过那就要看你能不能战胜无尽的虚无。